你即摆想原来你想啥物？无，你是毋是我甲你拍一个，你咧怨负我？袂，安尼我问你，你派来这个所在，你应该做啥物工作？你知影？有完成无？又搁讲你忘记？若是公司任务我处理了无好，我甘愿接受开除的处分。你讲啥？讲迄个无负责任的话，你是讲事实，代志就会解决的是无？我看你即摆态度，确实变啦。你想要离开公司？你敢若能离开？无管你安怎啦，查某囝还较有气魄的，有啥物代志你就坦白讲出来就好啦。你若无爱讲，我也无爱强迫问你啦。你甲我斗阵转来台北，啥物代志有哪讲？安尼好？是，你唔惊管管的，我大先来乡中央甲拜访一下，倒转来才来载你。董事长，你是毋是要转台北？小等下，我要甲李经理转来台北。李经理无伫的，即几工恁休困，你爱好好啊照顾工作哈。好好，这无问题啊。当然是啊。董事长。李经理，心情放开啊嘛。有代志啦。这董事长哦，是够无意思的啦。当遐尔济人面头前，哎呀扒落去，吼，敢若要老爸扒囝同款的。啊嘛无毋对啊。我若是传查某囝做某，伊就敢若阮爸爸共款。无咯，你当当是一个经理呢，下骹手带一个人，大人大姐哪啥用扒啦？董事长小够过分，我同情伊啦。吼，人讲有一某是够歹带。阿玲的个性甲因爸爸真像。哈，副总的真正捌甲我扒过哦。无啦，伊毋管安怎发脾气，嘛袂讲真过分。这点是伊可爱的所在。你即摆有啥打算？我需要冷静考虑一下，最后再来做一个决定。爸，你做啥呀？建雄，你妈咧规工安尼小可安拍拍照安尼好无哈？啊，我哪有？倒我落去农会办一寡代志啊。到你去农会时要办啥物代志？无啊？你是毋是搁去出国会啊？我甲你交代，我莫搁去改内容，安尼听有无？有啦，爸，我是惊讲吼，我若无小甲应付一下吼，你家想袂开，走去自杀。你免遐想啊多，咱的代志已经管袂煞，莫讲甲别人会去吼。爸，还佫是啥物代志？请。哦，伊等啊！董事长，快快点过啊！请，坐。董事长，欢迎，请。坐。董事长，我实在真欢喜看到你呢吼，你查某囝迄有种，足无简单嘞，我足钦佩伊的。伊即阵吼去坐飞机哦，嘛是我送伊去的呢。真老咱啦。袂啦，实在讲吼，我最爱甲恁迄查某囝吼，斗阵做代志。伊做人真够阿萨利的。安尼，我即摆来，毋是要甲你讲阮查某囝的代志，我是要讲土地的问题。啊，听讲恁千金啊，四顿搬草。我按照这个迄个，无啦，毋是安尼啦。恁查某囝有讲吼，讲即届吼，即个厝拆无成，是恁公司的毋对。伊佫讲吼，讲即个卖土地尾款，足紧就还原啦。就是即点吼，我足钦佩伊的呢。你是咧讲啥？拆厝是恁的问题啊！你赶紧甲我拆拆，上好是莫踮咧法庭见面啦。无啦，伊当是长啊，这个代志免遐严重啊。上好是安尼，无你讲啊，你讲一个期限。哦，
伊当市长，我想讲吼，要用另外即个土地哦，甲你换卖你迄个土地啦。啊，价钱嘛是拢共款，啊，地点袂歹呢。哎，咱照合约来啦，莫安尼刷刷杀杀啦。啊，我的损失哦，你也爱搁赔偿啊，你知影无？我来，我甲你讲，我足无用的，我诚实的。无啦，伊当市长，啊，你嘛听我解释者，当市长嘛，等，嘿，你嘛互我解释者。等下。爸，你当时如果有即个土地，我哪唔知影。安怎？你想要搁买遐新？迄是你米碗伊的啦。啊，你是讲小安因的哦？嘿啦，我毋知想讲吼，你若带着小碗啦吼，因为迄水果园迄外道哦，迄拢嘛是你的。爸，我甲你讲的意思就是讲，假使讲这个米饭园吼，若大人讲要寄互你吼，那安尼讲起来，伊的土地就敢是你的土地共款。你是咧讲啥物笑话啦？啊，头拄仔就莫当后白铁哦，我着甲伊当市长哦，讲两句话，你干嘛铁来提啥？来，我即马吼，机会是愈来愈济咯。当司长，你经理呢？你今日讲你出去一个，足紧就转来。是倒位？当司长，你稍等者，遐里咧对坐啦。这总是送了你，当作我感谢你。多谢。我希望你等台北了后，会当找一块空地啊，家种在土内面，互伊生根、发芽，然后变是丛大树。我会啦。然后才生出足侪水果出来。其实上可贵的所在，就是伫栽培过程。我就介意有一句话吼，利用这种子来鼓励咱人的话。哦，啥物话？唯有埋头，才能出头。咱人就敢亲像这种子共款，一定爱埋在土里一段时间了后，才有法度发芽。我了解你的意思，亲像咱做人，就爱忍耐，爱打拼，才会当出头。李先生，我希望你等你台北了后，万事拢顺利。我嘛祝福你，早日恢复健康。你若有闲的时阵，我欢迎你倒转来遮佚佗。我相信这个小木屋永远拢有伫的。我相信会啦，我足钦佩你的勇气。阿文啊，我知你来陪伊，我等外口等你哈。伊甲你真适配。你莫误会啦。你可能唔知影，伊为着你，煞规到饭店的大厅，还求雅玲妈来拆你的厝。真是嘞？我扶你来去坐车。陈老师，外口有一个董事长，伊讲要请你经理出去坐车。是啦，李姐，外口有一个人咧等你，你紧出去啊！我要来去啊，保重。阿文啊，我送你来陪伊。阿吉啊，你去未来咧佚佗吼？阿呆，你为着我的代志，你足照顾我的。阿文啊，我也是希望讲以后永远会晓照顾你啊。我甘愿为你来吃苦。迄阿夫人哦，实在是哦，足好命，足幸福啦。迄阿太啊，对伊遐尼好吼，啊，连迄个李经理吼，嘛敢若对有意思呢。妈，你莫安尼乌白讲啦！我听人讲吼，迄个李经理已经未婚妻啊呢，嘛伫要结婚啊哦。啥物我咧乌白讲哈？啊，你是捌啥哈？
恁母啊吼，食盐吼较济你食米啦，啊你就是安尼啦，到即当今哦，才无才调好安尼甲我交一个男朋友倒转来。咱这果子园吼，我若有需要一个查甫人甲咱斗相共呢。哪有法度啦？啊，缘分都未到，着急袂来。着急袂来，我真急无吼，我急要抱孙哦。若是急着要抱孙哦，迄代较早嫁安呢。等你嘛较站站的好无？你伫遐偷听人讲话。无啦，啥物你来偷听人讲话，讲甲会歹听着。我是专工来甲你拜访的呢，拄则你出来要找无吼，你找到遮来，我一个好意所以你误会。你看，我到早等落来，只是要送你呢。你收起来，吼，收起来。建良啊，你是头壳歹去，还是咧发烧哈？美满姨啊，你安尼甲我消遣，你就会欢喜哦。我是来感谢你，感谢你的土地啦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啊，你若要感谢吼，你就爱去感谢静文啊啦。这个我了解，就是讲吼，小婉是阿芬的好朋友，嘛是我的好朋友，对不对？真歹势哦，唔对。我知影吼，恁对我误会真深啦。但不过我相信，早晚有一天吼，恁一定会了解我的苦心啦。哦，无我先来走啊。等下摕个长棍来收。无啦，我最想送出去物件哦，迄是绝对无通收的。我先来走吼。我来收。是我啊，我想讲按时我请你就按。唔免啦，我等下厝食就好啊。好啦，无凊彩你，咱先自他讲啊。啊，你是要走去倒？先自他讲哦，行。好呀，坐好。各位，你说，这家家风景是有够水。啊，你小心不了。哎呀，落来吧，落来，来，来看风景。哦，来了，到了。哎呦，哦，哦。各位，讲实在哦，我真需要笔钱，你一定要替我想办法呢。袂用的，我想过啊，我绝对无可能替你违法贷款。各位，你一定搞斗相共。算我求你好。各位啊，恁若是有办法加加贷款一寡钱，将来我一定会找你的。各位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所爱只是你一个人。若是这个代志你也甲办成，我啥物话拢听你的。你是安怎？
贷款的代志，甲咱的感情是两回事。我无可能犯法，嘛无可能对不起阮长家。将来你就一定嫁予我嘛，但你即摆就是等家的人啊。我看你是咧起笑啦，哼！是啦，我咧起笑，我笑的啦。你若是要甲我斗相共，我看恁两个过去都煞煞去啦。好，既然你要安尼对待我，你就莫怪我，我就甲你一人留伫遮，我家己开车来走。哼！你好，冲啥货啦？哎呦！刚刚跑，我赶快走。啊！我赶快走。恁两个看是要做伙，还是要分开？恁家己讲。是啦，但恁两个也毋是囡仔，事项吼想得较详细咧。人会当做伙吼，这一款的缘分，应该吼爱珍惜啊。人伫咧讲惜缘有缘，惜福有福啊。免我再苦讲尔，咱已经讲真多啊。那呢，你先讲。何天宁先讲啊。天宁，我心中甲你讲，你若要做伙，就爱心甘情愿；你若要离开，就爱欢欢喜喜。天宁，无什代志，你坦白讲。我希望你希望啥物啊？分开。我早就讲过我要退婚啊！我早就有讲过啊！啊，妈，你做清啦！我早就有讲过我要退婚对无？我唔甘愿伊成功要离开我，我唔甘愿，我唔甘。阿玲，我捌互你讲，我是靠恁兜来起家，是恁兜饲的金鱼。你确定？你讲话也凭良心哦！我遮尔尊重你，你到即摆讲这款话，你良心伫倒位？你良心伫错？你良心伫倒？拜托，你较冷静的好，听我讲。我不爱听。你甲我出去！我叫你出去，你无听到是无？你不爱听？我出去！哪里？哪里？这是恁当时要去倒位啦？哪里？你莫得动！董事长，有一寡心内的话，我应该对你表达。你有啥物话？你做你讲，你实在互我真失望去。感谢你对我的照顾、栽培，我实在你免讲好听话。你竟然也敢讲你是阮饲的金鱼？哼！你是金鱼哦！我的意思是，唔免讲，我无爱听你的意思，我要听恁老爸老母的意思。理解参详了后再来。可能是我顶位伫正人面头前，把你一个喙花，伤到你的自尊是无？唔可以啊！将心比心，你有自尊，阮阿玲都无自尊是无？我要提醒你，提醒你讲是安怎为着一庄卡查某囡仔，
你互雅玲受气，安尼敢有价值？我是安怎即马歹拍？拍一个迄头壳歹去的人，甲拍死也是同款。互你少年，你有骨气，安尼真好。我爱讲真济，你用得走。细汉，你对我讲过，是非爱分明，人情黑白，踮在一个无情现实的社会，事事着爱看详细。妈妈，你交代的话拢有对，人生的路途，阮步步小心行。妈妈，怎样你袂记对我讲爱情的？